9月到12月，這台灣會佇日本東京現代美術館展出一個有史以來規模上界大的現代美術展覽《強時的青藏》，以台灣日本時代文學團體風車詩社做主題，展覽200件的這個美術作品，加600件相關歷史文獻。主辦單位也希望交流的時陣呢，讓民眾思考到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珍惜當代民主甲自由。歷史甲咱牽相畫，親像風車芳袂煞。這首詩號作《天星伴強時》，是要向台灣的文學社團風車詩社致意。風車詩社佇1933年成立，當時的成員有台灣人，也有日本人，嘛進一步連結當時前衛的藝術。台灣有7展團隊規劃現代美術的展覽，要以風車詩社為主題，去日本展出200件相關的美術作品。甲600件文學、音樂、甲戲劇等方面的歷史文獻，還原這個台灣在日治時期這些藝術家如何的努力，如何去反省，家己，是什麼人？現在的台灣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必須回頭去看過去台灣努力過了什麼。雖然是講日本統治，但是咱的作者也會當用伊非常自由的想法，伊的思考方式去表現着伊的感想。對這個以後，這個少年人追求這個自由，甲表現家己的這個作風的時陣，我是感覺真有影響。主辦單位希望這屆的展覽會當讓民眾透過風車詩社詩人的目睭，了解這個藝文大師在台灣1930年代戰前的時代是安怎思考台灣的主體性甲行界的交流。過去真的沒有出現這麼大的一個展覽啊，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哦，那是100年前哦，在台灣啊這麼進步。主辦單位表示，展覽打算在9月至12月在日本辦，嘛會在台灣舉辦講座，讓台灣的民眾嘛會當了解1930年代台灣戰前的文學甲藝術。記者顧佑基、謝桂玲台北報道。